当空照，孩儿对我笑。家长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没上小书包？哎呦，差不多得了。哎，跟着4位美女师傅住在山里，每天早起锻炼，好身体好心情。哎呀，希望能长命百岁啊！少主不愧是陆地神仙大圆满的境界，实力恐怖如斯。这招隔山打牛，竟然让数十里外山川崩塌，江河倒灌。少主身具先天无垢道体，从小待在昆仑山上，不谙世事，心境至纯至净，这才能在短短20岁就将造化登仙功修炼至大圆满，连4位圣主都望尘莫及。是啊，少主实力之强，乃这世间绝巅。可惜他从没下过山，胆子又太小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很厉害。是啊你绝食了你！哎呀，吵死了！再叫把你宰了炖汤喝。嘿嘿。哎，别动！嘿嘿嘿嘿。完了，咱们4个虽然贵为神少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，但面对少主还是毫无还手之地。4位少主，救命啊！臭小子，又想偷鸡吃，给我住手！好啊，这小子，这才短短几个月不见，功力就长这么多。先天无垢道体，不愧是世间最强体质。只要修炼者保持至纯至净的心境，修炼入境便可一日千里。天儿如今距离成仙就剩一步之遥，可惜仙路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想成仙，不仅需要绝佳的天赋，还需要强大的心境。咱们这些年为了让天儿修为快速精进，从未让他下过山。如今看来，若想天儿羽化登仙，需要下山红尘炼心方可，否则天劫难渡啊！什么？下山？4位美女师傅，我不就是想偷吃你们的鸡吗？你至于把我赶下山吗？臭小子，我们哪有那么小气？天儿，我们让你下山是另有其事。什么事儿？当年你小的时候，我们在龙城给你订了份婚约，算算日子，你到下山娶亲的时间了。这是婚书，天儿，你现在就下山去，不结婚，以后就别回来了。二师傅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男大当婚，你现在就下山，难道还想在山上白吃白喝一辈子吗？我，事不宜迟，你即刻下山吧。可是这眼看天都要黑了，要不……要不什么要不？你现在就下山，落脚的地方我都已经给你找好了。我呢会让白猫和小精灵陪同你一起的。走吧。臭小子，赶紧滚！娶不到媳妇儿就别回来了。为什么非要让我下山啊？山下空气这么不好，这些人也都不理我。我突破了，哼！我终于突破！恭贺老祖出关！恭贺老祖出关！ 20年前，本座寿元将尽，
有幸得到4位隐士高人指点，才突破大宗师境巅峰，少元再添百载。从此，整个龙城再无一人是本座对手。天现异象，气息暴露，难道此处有高人降临？奇怪。爸，你这么着急叫我来干什么呀？刚刚得到消息，当年你爷爷自作主张给你介绍的那份婚约对象已经来到龙城了。什么？我才不要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家伙！李少才是我的白马王子。苏伯父，一个乡下土狗怎么配得上你？她嫁给我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可这……哎呀，苏伯父，龙家老祖突破大宗师境，将在明日举办盛典。龙家之主看中我的天赋，已经亲旨要将我推荐给龙家老祖做门徒。李少，你太厉害了！好，李少得此机缘，以后的前途定不可限量啊！女儿，如果你不愿意履行婚约，那咱们这桩婚事便退了便是。啊，伯父放心，我会陪着雨薇去退婚的。天道图书馆，嘿，就是这里的。走啊！唉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俩都是我的小宝贝儿。来。刚才我感应到的强大气息就在沈香山，难不成这青年是个强者？但我从此人身上没感应到任何修为波动。不对，大夏人才辈出，功法应有尽有，说不定此人修炼什么隐藏气息的法门也说不定。天道图书馆，靠，这么霸气的名字，破成这个鸟样。葵花宝典，哼，有意思。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。若不自宫，也可练成。切，这不就是一本笑话书吗？哎呀，也对，师傅在山上待了那么久，还指望他们的产业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老祖，您怎么了？刚才承袭一股强大气息，无意间激怒了一位前辈，受了些伤。什么？老祖，如今你可是大宗师巅峰修为，那人能伤你，难不成已经超越了大宗师层次？大夏果然卧虎藏龙。你们去准备最高规格的9重厚礼，跟我一同前去承袭。我要亲自去找那位前辈赔礼道歉。遵命，遵命。刚刚什么声音？
难道我听错了？谁是今天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臭小子，你耳朵聋了吧？我家宝贝儿问你，晴天在哪？糟糕，这些家伙来者不善啊，绝对不能暴露身份，不然就完了。这里没有叫晴天的，你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请回吧。你撒谎！我看你眼神闪躲，肯定是做贼心虚。你就是晴天。糟了，完了，暴露了。果然没有走错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本小姐叫苏雨薇，来自龙城3大豪门之一的苏家。因为老一辈的糊涂账，我和你有一门婚约，今天就是为了此事而来。那美女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自然是找你退婚。论家世，我苏雨薇是龙城豪门千金，天之娇女；论修为，我年纪轻轻早已突破50境。反观你呀，不过是一个山野村夫，一个扔进人堆里找都找不出的穷酸屌丝。只有李少才算得上是我的良人。土包子，不怕告诉你，本少已得到龙家亲旨，即将拜入龙家老祖门下，未来注定成为9天神龙，势不可挡。本少看中的女人，岂是你能够染指的？今天，俗话说得好，龙不与蛇居，山鸡配不上凤凰。我们呀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苏雨薇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如果你识趣的话，立马和我退婚！退婚？你要是跟我退婚了，我啥时候才能回山上呀？不过这女的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脾气还大。你的意思是还想继续纠缠不成吗？没有。我虽然想早结婚，但是也不喜欢包办婚姻。你想退就退。还是山上好啊！山下的人怎么脾气都这么大呀？怎么？看你一副很洒脱的样子，装给谁看？大姐，你来找我退婚，该不会你们还想找我要补偿吧？你敢跟我阴阳怪气，找死啊！小子，你敢羞辱我的心肝宝贝儿，吃了兄弟豹子胆不成吗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被师父逼下山履行婚约，还没去你家你就找过来跟我退婚，我答应了，你们甚至又羞辱我，欺人太甚！哼，我苏雨薇纵横龙城，什么样的青年才俊没有见过？你装出这副委曲求全的样子，不就是想学韩信忍受胯下之辱，等日后有所成就，再来伺机报复？我说大姐，你这是什么奇怪的脑回路呀？行了，别装了。我承认你这小子城府够深，不过敢在本小姐面前耍心机，你还是嫩了点。我早就看穿一切。小子，你该不会还在做着可笑的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的白日梦吧？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玄幻小说看多了吧？呸！你少装蒜！告诉你，本少做事一向诚恳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今天我必须杀了你，以绝后患！你们想干嘛？我可警告你们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要是敢对我怎么样的话，警察叔叔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苏李二家在龙城家大业大，只手遮天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唬住我们了？别！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有话好说好说。少废话！臭小子，
你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们这么逼我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是练过的，等闲3、5人不可近身。你们要是敢对我动手的话，你们可没好果子吃啊！臭小子，你果然是在扮猪吃老虎！全部给我上，试试这小子的深浅！站住！后人，救命！一群黑色怪要卡死我！妈的，去死吧！啊！何人不知死？敢惹前辈大发雷霆，是想让整个龙城的1万百姓全部跟着陪葬吗？老祖，那位前辈震怒了，快，必须要阻止，不然整个龙城将生灵涂炭。真气护体，你居然是宗师武者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看到了，我可没动手，是他自己倒的啊！我明白了，碰瓷儿！怎么会这样？李少可是50斤大圆满，竟然被一招重伤！污蔑！我告诉你，你再敢污蔑我告你们诽谤！你别过来！臭小子，我承认你很小，但我李苏两家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警告你，我即将拜入龙家门下，我未来师尊可是拥有大宗师修为，杀你如土狗。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让我师尊亲自过来收拾你？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呀？你要退婚，你要碰瓷儿，又打电话要别人来打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怎么看你这模样，你是怕了？小子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怕了的话，就跪地给我磕头道歉，然后再让我废了你。如果把我哄开心了，我兴许会饶了你一条命。没错，不然啊，等龙家人过来，可没你好果子吃。晚辈龙清武之前无意冒犯前辈，特携厚礼上门道歉，还望前辈恕罪。还不跪下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不然的话，我可就打电话叫人了。你们，晚辈龙清武之前无意冒犯前辈，特携厚礼上门道歉，还望前辈恕罪。李少，外面好像有人，去看看。是龙家人。那个白头发的漂亮女人，难不成就是龙家老祖？李少，你什么时候通知龙家人过来的？老子压根儿没来得及通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算了，不管了。臭小子，本少的靠山来了，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，准备受死吧！哎呀，完了，这两个混蛋又喊帮手，死定了！拜见龙家主，这位就是龙家老祖吧？师尊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启禀老祖，您不是一直想找衣部传人吗？此子是龙尘李家少爷，颇有修炼天赋，原本我想将他推荐给您的。你以为什么样的阿猫阿狗，本座都会收为当弟子吗？糟糕，龙家老祖好像看不上我。老祖恕罪，我错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别乱来！哎，这好歹是我的地盘，你们要是在这儿弄出人命的话，我要负责的。是他，我刚才元神出窍，看到的就是此人。龙家主，您来的正好啊！这次我陪苏小姐来找此子退婚，谁曾想对方丝毫不讲道理，还动手打伤了我。最主要的，他还张嘴辱骂龙家。没错啊，龙家主，那个人刚才骂的可脏了。李少是因为听到他辱骂龙家，所以才动的手啊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原来是你们激怒了前辈。啊！
龙家为向前辈表示歉意，特地送来价值5000万的百年血参一株，价值1亿的深海琉璃珠，价值3亿的云顶山庄别墅一座，价值5亿的美容养颜膏1瓶，价值10亿的地品大还丹1颗。晚辈龙千武，拜见前辈。拜见前辈。前辈，你们认错了吧？都起来吧。没错，前辈，之前晚辈元魂出窍来此，无意冒犯了前辈，为此特意上门道歉，还请前辈恕罪。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们肯定认错人了，那臭小子就是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土包子，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前辈高人啊！没错，那个人是我的未婚夫，一个胆小懦弱的废物，完全就是条臭鱼烂虾呀！我亲自登门道歉，可这位前辈却装作不认识我。老曹，这人一出府都气质全无，丝毫没有强者的风范，不像装的。他难道是要对我龙家出手不成？先让这些小辈离开，倘若真要动手，还有一线生机。可能是我误会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你们还不滚！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没完。前辈刚刚气息流露，我神魂前来探查，真不是有意为之，还请前辈恕罪。什么气息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前辈若想要什么补偿，在下愿悉数奉上。是你精明。此人有眼不见，不管他是不是高人，都不能做一般，否则龙家有越族之危。糟糕，果然就是他。不好，筋脉全断了，我已经是大宗师境，甚至没碰到对方一脚就身受重创。此人修为之强，怕是跟当年指点我那4位圣主也不遑多让。完了，没想到龙天刚突破大宗师境，就要遗恨此地。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摔得这么严重，还流血了？我先抱你到屋里暖和一下，顺便给你叫救护车。放开我！哎呀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有种你就放了我！折磨我算什么强者高人？太姐，你别乱动，伤得这么严重，乱动会影响伤口的。你这登徒子，你居然敢轻薄我！我什么时候轻薄你了？刚刚明明是你有危险，我好心把你抱进来的。我体内伤势竟然全部恢复了，妙手回春，虚空接脉，此人好高明的手段。此人好高明的手段。天哪，这竟然是失传已久的天品武技葵花剑典！天哪，这屋子里的所有书籍竟然全达到了天品以上层次。看门的守护者竟然是传说中的神兽白虎。鸳鸯的宠物都是神兽青龙，甚至连这鱼缸都是世间罕见的神器。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？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？美女，晚辈今日冲撞了前辈，晚辈愿意承担任何后果。前辈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，还请尽管提，还请不要再羞辱在下。嗯？我什么时候羞辱你了？刚刚明明是我救的你，好吧？前辈的意思是这件事就此结果？本来也就没什么事儿，你神神叨叨的在说什么？还有啊，我叫晴天，你叫我名字就行。前辈大人有大量，我还是叫你秦前辈吧。前辈，请问你屋里的那些书籍是？这些呀，这些都是拿来卖的。你看上哪本了？都是拿来卖的啊！前辈，这本功法跟我非常契合，晚辈想要斗胆购买，
不知前辈可否割爱？哎，一本笑话全集，这女人还当成宝，脑袋果然有问题。前辈，你在听吗？卖，当然卖。敢问前辈需要多少钱？看他傻了吧唧的模样就不赚钱，20块钱给他好了。2万亿，对可以改变家族命运的天品武器来说，确实不算多。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。晚辈知道天品功法乃稀世珍宝，这个售价也确实合理。只是我现在没有这么多钱。这么穷吗？20块钱都没有。呀，要不10块试试？1万亿我也拿不出来啊！前辈，要不再少一点？不是吧？这你还买不起？你是来轻摸我的吗？前辈，不要误会，我是真的没有这么多钱。要不这样，我把我的私房钱全部给前辈，只借阅一段时间，还望前辈能够成全。一个神经病，这肯定是路上随便捡来的一个废卡。哎，算了，一本笑话而已，就当送他。哎呀，钱还这么难赚，我啥时候才能谈恋爱结婚？啥时候才能带着10万回莎莎呀？娶老婆？难道前辈需要的不是钱财，而是我？此物确实是轻武占了大便宜，如果前辈愿意的话。少儿不宜，美女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前辈是看不上轻武的姿色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这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不就是一本破书吗？送给你，行了吧？多谢前辈成全。这么珍贵的秘籍，秦前辈都看不上，不愧是隐士高人。前辈，这个你拿着。算了，既然你执意要给我，那我就收下。以秦前辈的眼界跟实力，看不上能号令整个龙家的老祖令很正常。但秦前辈身处龙城，总有用得上龙家的地方。亲我的好姐妹，我大限将至，志在经历铁人无衰，日后之重。当年我得到4位神秘高人指点，才有幸突破大宗师境。若离一直没有机缘，一直没能突破瓶颈。恐怕只有秦前辈出手，洛离才有一线生机。秦前辈，你不是缺钱和女人吗？其实我有办法可以帮你。缺呀！我有一闺蜜，不过她现在正在遭受天人五衰之苦，还望前辈出手相救。天人五衰？那是什么病啊？有病就找医生，找我干嘛呀？此病只有前辈能救，而且前辈，你不是一直想找老婆吗？她国色天香，家产无数。那我也不会治病呀。前辈放心，她的病对您来说不过就是手到擒来。而且如果前辈救好她之后，她要是以身相许的话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真的这么简单？如果要不是什么大病的话，倒也容易。哎，要不你带我去看看？二神爷，我家老祖准备救我。陆家族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家老祖寿限已到，全身脏器早已衰减，除非神仙下凡施展回天之术，否则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。陆家族，死者未到，还是让老祖尽早入土为安吧。洛离还有救！大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直呼我家老祖名讳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请问阁下来此何意？我的身份，你们这群小辈还不配知晓。你们只需要知道，我是来救洛离性命即可。秦前辈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你们说好的是国色天香的，这明明是个老家徒儿呀！棺材板都快合上了，我怎么救？哎呀靠！早知道我就不来了。胡说八道！洛
骆家老祖如今已经身死，你如何救？哼，如果你想借此行骗，想要抱着敲诈我骆家一笔的心思的话，我奉劝你打消这个念头。井底之蛙，见识浅薄。秦前辈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好姐妹！姐妹，这是老太婆吧？你也太高看我了！我去，这身体都凉了，你当我是神仙呀？你真能救活我家老祖？我好，既然你有这个信心，那我们给你这次机会。快！骆家祖，这俩人一看就是骗子，你千万不能相信。是啊，家主，如今老祖已然并天，不要让外人乱动他的遗体才是啊，应该尽早入土才好啊！闭嘴！老祖对我骆家意义重大，若是有一丝希望，我也要试上一试。若你能救活老祖，我愿将我骆家亿万资产全部双手奉上。但若是你敢欺骗我，必将你五马分尸。那个，我能不治吗？不行，是你先闯入我骆家在先，怎能你说不治就不治，说走就想走？哎呀，完了！就不应该相信那个女神经过来，害死我了！秦前辈，如今放眼整个龙城，也只有你能起死回生了。臭小子，敢来骆家班门弄斧，你就得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。现在你只有2条路可选，要么治，要么死。敢在老夫面前卖弄医术，小子，你就等死吧！都给我闭嘴！秦前辈做事，还轮不到你们这群蝼蚁来指手画脚。现在是大宗师，求秦前辈出手，救救洛里。算了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如果不做做样子的话，肯定死翘翘。看来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装模作样一番，再找个理由溜之大吉吧。好，我治。好凉，好紧张呀！臭小子，你敢轻薄我家老祖，你找死啊你！谁再敢打扰秦前辈治病，我第一个宰了他！可恶，欺人太甚了！好了，大家都稍安勿躁，就让他先治，要是治不好，再说他算账也不迟。吓死我了，差点人气上。你都给我老实！出什么事，我来负责。误会，刚刚脚下打滑了，我现在就发功，这家伙在干嘛？发功！我看他呀，就是在做体操。这就是你说的能治我家老祖高人？什么狗屁高人？我看就是装神弄鬼。前辈此举自有他的用意，你们境界太低，自然不知道前辈的厉害。发功完毕。他的病我治好了，快走吧，这病不用治。前辈，你的意思是你治好洛离了吗？太好了！这娘们儿什么脑回路？那不仅傻还笨呢。秦前辈，真的救活了吗？肯定没问题了。我要救的人，老天爷也不敢拦我。天若拦我，我必捅破这天！这怎么可能？骆家主，骆家老祖没有任何情况。我他妈大概率是被那两个人骗了。可恶！到我骆家来行骗，如此戏耍我等，简直是奇耻大辱嘛！我饶不了他们！老祖刚刚允诺，就有人迫不及待踩上门来，怎么是觉得我们骆家好欺负不成？老祖先是我们骆家小龙源2流家族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起死回生谈何容易，是我痴心妄想。将老祖入关吧。老祖，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。
老祖诈尸！老祖诈尸了呀！老祖诈尸了！一群蠢货，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快回来！老祖他没死，他还活着，而且修为还突破了大宗师，返老还童了。老祖你活过来了，而且还突破了呀！怎么，本老祖活着让你们失望了吗？老祖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还请老祖恕罪呀！老祖，老祖饶命！老祖饶命！算了，本座今天心情好，就饶了你们这次。多谢老祖。老祖，你身体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本座很好，本座不仅很好，还突破了大宗师巅峰。大宗师巅峰，那岂不是寿命要再增100岁？怪不得会返老还童。恭喜老祖，贺喜老祖！恭喜老祖，贺喜老祖！对了，是谁救了我？是一个白色头发的漂亮女人，她带着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高手前辈过来救的老祖。原来是青雾找高人帮了我。哥哥差点吓死我，都是因为你，刚刚差点害死我。刚才降下天来确实很可怕，是青雾不好，我向前辈道歉。哎！离开了4大圣主，终于可以摆脱一缸花期了。这种有手有脚的感觉啊，真好。好的。前辈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的。都这样了，前辈对我就没有一点感觉吗？没有啊，也不是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前辈果然跟全天下男人一样，嘴上说拒绝，心里对我还是有好感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要干嘛？秦前辈，我美吗？美。秦前辈，你不是一直想找老婆吗？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咱们两个只有肌肤之亲，没有感情基础，这样的婚姻它是不幸福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前辈的意思是要多相处相处，培养感情呀。秦前辈，龙家老祖要举办一场出山大典，恳请秦前辈赏脸参加。哎，我听说那个龙家老祖都200、300岁了，那肯定是个老太婆。她出山大典有什么可看的？不去。那个表面上是个出山大典，其实是一个相亲大会，里面美女如云，还有很多好吃的。你真的不去吗？真的。那也不是不行。亲我醒了，你在哪儿？洛离竟然这么快就醒了。秦前辈，我要去洛家一趟。哎呀，随你。走这么快？这山下的女人真是奇奇怪怪。真是太可怕了。小黎，这次4位圣主允许咱们下山，可是发布了任务的，你可别忘记了。我当然知道呀，不就是要帮少主增加男子气概吗？这有什么的？不过嘛，这好不容易下山一趟，我先出去玩会儿，这不过分吧？不行。任务为重，小白姐姐就答应我吧，好不好？完了，少主回来了！完了，少主回来了，还不能让他看见我。小白姐姐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你是谁？4位圣主说过，少主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很强，心境没有经过磨练，贸然暴露身份会让少主难以接受，修为无法蹭进。我是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呀。啥？管理员？那我之前来的时候怎么没有见过你？我刚刚肚子疼，方便去了。听说图书馆刚刚有人来过，就是你吧？真的？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图书馆的店主是谁？是4位大美女。糟糕，少主不会不相信吧？怎么办？
想不到别的借口了。好吧，相信你了。我叫秦天，你口中的4位大美女啊，是我的师傅。老祖，我把龙前辈带过来了。不得了啊！没想到秦前辈不光救活了你，竟然还让你的修为突破，变得这般年轻。返老还童的感觉真的很好。秦武啊，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了？你也没说让我带其他人过来呀。哎呀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位救了我性命的前辈，我想要当面感谢他。就是那位前辈把我带走的，估计他不会过来。什么？一定是那群蠢货怠慢了前辈，我应该亲自过去一趟，当面感谢他的。老祖，那我现在去准备厚礼。不必着急，现在太晚了，想必秦前辈已经休息了。明日我会在龙家举办出生大典，也邀请了秦前辈前来，到时候你当面感谢他也不迟啊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第一次跟少主握手，好激动啊！你怎么了？少主不愧是陆地神仙境强者，只是跟他亲密接触，沾染了一缕气息，就让我修为精进1分。少主，你好帅呀，亲。少主这个大直男还是这么不解风情。山下的女人都这么彪悍开放，吓死我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什么开放的人，想占我便宜，门儿都没有。少主，刚刚我错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以后别老少主少主的叫我，称呼太封建。既然呢你是我4位师傅的员工，那我就是一家人，以后叫我秦天就行。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习惯了。哎呀，随你随你。啊，我猫呢？我的鱼也不见了。那个只有1张床，今天晚上就将就一下吧。啊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下。这怎么行啊，少主？还是你睡床吧。那你怎么办？你不会是想打我主意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从了你的。少主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有地方睡。我靠，这也可以？人都到齐了吗？到齐了。李少，我们用这么多人对付一个秦天，是不是太便宜那个废物？我就是想让他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权势。待会儿你们要对付那个臭小子，拥有宗师实力，给我注意点，别阴沟里翻船了。李少，您就放心吧，不过一个宗师而已，我们兄弟们想要拿捏他，还不是轻而易举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李少，秦天那小子好像和龙家关系不错，我们这样大张旗鼓过去，会不会惹怒龙家？龙家还不知道，我们李家已经跟战神殿达成合作，他龙家要是敢插手，我连着龙家一起灭了。真的，没想到李家竟然和大夏武学圣地战神殿攀上了关系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飞黄腾达、一统龙城的机会是不是来了？李少，不愧是龙城最优秀的。出发！给我站住！父亲，今天京都战神殿派长老来我李家洽谈合作，为父要亲自迎接，也恰逢龙家老祖举办出山大典，你就带我参加去吧。有了战神殿做靠山，龙家已经算不得什么了。这次算这小子走运，不过等我这次从龙家回来，定让这小子好看。小白，你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？少主打扮的这么帅气，是要去干嘛？昨天那个小姑娘邀请我去参加龙家的出山大典，说那里美女如云，我去讨个老婆回来。少主，你终于开窍了，我也要去。你去干嘛？哎呀，少主，你就带我去嘛，正好可以帮你把把关，万一遇到合适的，还能当你的僚机。好吧，好吧。恭迎秦前辈，你们是？敢问秦前辈可还记得我龙家老祖卢清武？啊，
这是昨天晚上白头发那个小姑娘是吧？不愧是前辈高人，只有这样的绝世强者才敢称我们老祖为小姑娘。老祖特地吩咐我们过来电你去参加，请前辈上车。请秦前辈上车。昨晚我就感觉那个叫龙清武的丫头精神不太正常，这群家伙竟喊那个丫头老祖。哎，看来这一代家子人都有遗传精神病啊！哎，太可怕了！哎，快走吧。快！今天。李少，等等。乐兄，好巧啊！是挺巧。哎，李少，听说你最近……别提了，晦气。李少，你别生气，等我们参加了龙家大典，我就召集苏家的保镖替你报仇。李少，听说你最近被龙家老祖看中，即将被他收入门徒。谁这么不长眼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得罪你呀？李少，如果有什么需要兄弟帮忙的，别客气，尽管提。多谢洛兄关心。我龙家贵客到来，闲杂人等给我让开，携带了贵客进去，拿你们试问。哇，好气派的房子，这个小姑娘家这么有钱。竟然是他！你看见谁了？我好像看到晴天那个废物在车上。不可能，那小子就是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土包子，这不是什么大人物，怎么可能坐在车上？以我们的身份，为了表示对龙家老祖的尊重，都需要走进龙家。一般人绝对没这种本事。那可能是我眼花看错了。秦前辈，这里就是大典现场，我家老祖还在里面准备，一会儿就是来跟姐妹见面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还没告辞呢。哦，少主啊，这儿好热闹啊！我先去玩一会儿，一会儿再过来找你啊。哎，你这城里人是真会过，还搞什么出山大？算我不管小白，我先请客再说。谁呀？这是？哎，那个人怎么那样子哦？狼吞虎咽的啊！臭土鳖，竟然真的是你！今日龙家老祖举办出山大典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又是你们！这怎么阴魂不散，哪都有你们啊！冤家路窄，臭小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连这种场合也敢偷溜进来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没有偷溜进来，你们别乱说。你没有偷溜进来，那你心虚什么？我只是，我只是被你们说了，我紧张而已。好啊，臭小子，既然你说你自己不是偷溜进来的，那你有参加大典的邀请函吗？啊？参加大典还要邀请函啊？如果我说我是被龙家人开车送进来的，根本没有邀请函，你们信吗？混蛋，连邀请函都没有，还说自己不是偷溜进来的？李少，这小子跟你有仇是吧？不知死活，敢冒充龙家贵客，那我只好看不下去，今天替你好好教训教训。臭小子，去死吧！路上小心，别打脸！大刀符文，罡气外放，这家伙暗中吃火，高手啊！此人是宗师高手，不好！已经逃入宗师境，竟能轻易将我镇上，难道是宗师中后期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宗师中后期，恐怖如斯，谁敢欺负我们少主？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我靠，你也是碰瓷了是吧？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刚刚可没动他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小白？陆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小子是个高手。废物，胆敢在龙家大典上闹事，就算你有点本事，今天也必死无疑！小兔崽子，
别说你区区宗师，即便你是大宗师，今天也休想跨出龙家大门。好大的口气啊！家人们，快来人！有人在你们龙家闹事，还打伤了贵客。这小子敢在龙家闹事，怕是要遭殃了呀！是啊，就算这家伙有点能耐，但是龙家老祖可是拥有大宗师巅峰的实力呀！何人敢在我龙家闹事？龙家主，你来的正好。这臭小子胆大包天，没有邀请函便私自溜进会场，还敢打伤洛家二爷，简直是不知死活呀！龙家主，我在你们龙家被打，希望你能给本少一个交代，不然之后龙城百族还有谁敢参加龙家的宴会？龙家主，你可得替我们做主啊！竟然是你啊！原来是你啊！你就是昨天晚上在龙清武旁边那个老家伙吧？哎，真巧啊！大胆！竟敢直呼老祖名讳！李少、洛少，你们放心，这件事今天一定给你们个公道。臭小子，昨晚冒充前辈高人，我家老祖昔日饶你一命，竟然还敢来我龙家会场闹事，简直好大的狗胆！胡说八道，分明就是你们龙家人非要请我们少主过来的。没错，虽然我没有邀请函，但我也不是偷溜进来的，我是被你们龙家人正大光明送进来的。荒唐，可笑！老夫身为龙家家主，掌控龙家的大小事务，我怎么不知道龙家派人去激你这种小角色？除非是来自京都的名门豪族，不然放眼整个大夏，也没有几人值得我龙家这般郑重对待。我，来人，把这个臭小子给我抓起来！今天我非要把他抽筋扒皮不可！都给我住手！吵吵闹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都给我住手！吵吵闹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老总，有人在会场闹事，我正在处理，还请恕罪。什么？在这龙城还有人敢在我龙家闹事？老总，就是那个臭小子，他没有邀请函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是龙家邀请他来的，还打伤了洛家二爷，简直是无法无天啊！你刚才被揍了，给老祖丢脸了。废物！臭小子，你今天死定了！上古神兽白虎，是昨晚书店的那只小白猫。秦前辈，好熟悉的声音，是你！姓秦的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妄吗？你不是说是龙家人叫你来的吗？现在龙落两位老祖亲临，你怎么不叫了？龙家主，这小子胡作非为，大闹宴会，视龙家为无物，我建议将其就地绞杀，以儆效尤。对。就地正法！这次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逆转乾坤。诸位，既然人心所向，那我宣布将这毒看谁敢！老祖，您打我干什么？此人是本座用最高规格请来的座上宾，连这位前辈高人都敢得罪，龙战啊龙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？他真是龙家请来的？我不知道啊！本座做事还需要向你个龙家代理人汇报吗？龙家不敢，龙家不敢！老祖息怒，老祖息怒！家主，大典开始之前，老祖让我们去接请前辈，因为您太忙，我们没来得及通知你。原来如此，原来老祖昨晚没认错人，他真是前辈高人。今晚，难不成就是他救了我？李少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该死的，怎么可能啊！姐，这什么情况？混蛋！一场大祸，就是这位前辈救了咱们家老祖，还让老祖飞升到了大宗师巅峰。等会儿就找你算账。秦前辈，都是我管教不力，让一群龙家小辈冲撞了您，还请原谅。晚辈洛里拜见秦前辈，多谢前辈昨晚救命之恩。陆言，什么情况？这是昨天那个老太婆？开什么玩笑？就是你扮演昨天晚上的老太婆。前辈说笑了，今日特来感谢前辈再造之恩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怎么就拜少主不拜我啊？难道是本庙……不对，本小姐没有资格受你们一拜吗？这么多人场合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少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咱们龙城身为最尊贵的两位前辈，居然在给这个年轻人见礼！天哪，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恐怖如斯，恐怖如斯啊！
两位老祖身份何其尊贵啊！那臭小子不过一个山上下来的垃圾啊！虽然有几分实力，但也不至于你们如此对待啊！没错，那个混蛋就是个臭屌丝，怎么受得起二位老祖的待遇？大人，你们2人是在教本族做事吗？我不敢，我也不敢。敢就给我把嘴闭上，跪下等候发落。金前辈，昨日你就和我家老祖搬走了穷堂，我们没来得及准备谢礼，这是至尊黑卡，里面有我骆家半数家产，还请您收下。昨晚就有消息传出，说大限将至的骆家老祖被救活，原以为是王神医妙手回春，没想到居然是这家伙救的。果然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。骆家资产富可敌国，办主资产怕是超过1万亿，谁要是得到，直接发了呀！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有所不知，秦前辈性格低调，如今当着大庭广众之下，他不愿意太过张扬，所以才极力否认的。原来如此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秦前辈若是承认了，确实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。秦前辈，不管是不是你救了晚辈，你都对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这张卡你一定要收下。哎呀，少主，你就收下吧。再说了，一张卡片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请一定要收下。怪不得这丫头能跟昨晚那娘们玩到一块儿去，原来也是个神经病。我怎么感觉这两家的人都有点神神叨叨的？秦前辈，既然洛林非要送，你就收下吧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唉，俩神经病，又要陪他们演戏了。骆老祖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个臭小子虽然有几分能耐，可是他不会医术啊，怎么可能是他把你救活的？肯定是这个混蛋冒领了王神医的功劳，才让你误会了。你说这我们能乱说？王神医都没有出来辟谣，你跟阿藏货色在这蹦跶什么？跳梁小丑，不知死。2位老祖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们，求求了，嘿，懂了，事情要闹大，待会儿要是有什么情况，你跟我一起跑。少主，能不能有点男子气概啊？你屁话！哎，这么多人，岂不被锤死？刚才都有谁为难过秦前辈？都给我滚出来！没错，都滚出来！老祖，我之前也不知道前辈的身份，才犯了大错，求您原谅啊！老祖，不知者不怪，您就给家主一个洗心革面的机会吧。你要跪的不是我。前辈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求您不要跟我计较啊！前辈，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跪下！老祖，对不起，老祖，我之前不知道骆家和秦天的关系，所以才无意冒犯了秦前辈，您放过我这次吧。好，我去跟秦前辈道歉。啊，秦先生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别这样，不就是场误会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原谅你啊。谢谢前辈。你也起来。谢谢前辈，谢谢前辈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昨晚你这蝼蚁招惹秦前辈，我就放过你一次。没想到今日在我龙家还敢招惹我请来的贵客，简直好大的勾当！什么？此人跟秦前辈原来早有过节吗？要不直接杀掉，以儆效尤。我警告你们，别乱来！龙骆两家在龙城虽然有点实力，但是我李家是为龙城3大家族之一，族内拥有10位大宗师高手，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笑话！你以为仅凭几名普通大宗师就是我2人对手？暂且不提我2人的修为，光是龙骆两家大宗师数量就足足超过你李家2人一支。我不怕告诉你们，我李家现在背后也有强大势力。如果你们非得把我逼到绝路上，你们也不会有好后果的。我倒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样的靠山，能让你有如此大的底气？大言不惭，就凭你区李家，也配让你后悔？那个我来说一句啊，我跟他毕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吧？要不就算了，大家和气生财吧。哎呀，少主，这家伙那么3番5次的欺负你，你还这么忍让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可别乱说啊！你看人家李坤有背景，我又没有，我不忍着能怎么？
再说我年纪轻轻，我可不想死。秦前辈，你家少爷如此欺辱你，我也实在看不下去，今天必须给你讨回个公道。没错，秦前辈，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龙家，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痛，你不是有靠山吗？赶紧喊吧！一刻钟之内，如果没人来救，我就把你丢到河里喂鱼吃。不，我还不想死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他跟战神殿的人在一起，他一定有办法救我的。哎呀，完蛋了，事情又闹大了。少主，放心好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太好吃了吧！比上次我这一次好吃多了。你这还第一口。小姐您好，由于您的消费金额太高，能提前先把账结一下吗？结账？什么是账啊？结账就是付钱，一共消费31万9800，您看现金还是刷卡？钱？什么是钱啊？我没有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里可是5星级餐厅，难道你想吃霸王餐？霸王餐？那是什么？好吃吗？比鸡腿还好吃吗？哎，来人，这里有人要吃霸王餐。刘长老，敬您一个，希望咱们这次合作愉快。好是吧？行。殿下，这么吵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家主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人吃霸王餐，而且把所有保安全部干倒了。什么？都说了别惹我，一个个的非不听。看看，人打好了吧？知道藏了吧？家主，就他！这个女娃娃敢来我李家餐厅闹事，还打伤我这么多人，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怎么？难道你也想跟我斗上？好恐怖的气息，好强，是人不一般呐！其修为远在我之上。什么？刘长老，您可是半只脚跨越了大宗师的层次，哪怕是力敌3位巅峰大宗师，那也不是在话下。难道此人修为突破了天人境？小李前辈，您吃慢点儿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让他们去做，要多少有多少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怪好的呀，可是还是有点弱。跟小李前辈比，我的这点修为确实不止一点。没事没事，以后我罩着你，只要你每天这样给我做好吃的，谁敢欺负你，招我就行。有这么一位强力高手坐镇，我李家一统龙城指日可待呀！小李前辈，喂，怎么了？爸，救我！不怕告诉你们，如今我李家已经跟大夏武学圣殿、战神殿攀上了关系。刚才我给我父亲打了电话，他马上就回来，并且他还会带上一位战神殿长老一起来。什么战神殿？该死！没想到李家竟然跟那个势力有关系。听说战神殿传承数百年，底蕴深厚，高手如云，大宗师巅峰的武者都不下100位。老祖，这下可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以秦前辈的修为跟实力，区战神殿，跳梁小丑吧。哦，老祖，你有所不知，之前秦前辈救您的时候强抗雷劫，据我们推测，他已经到了陆地神仙境。什么？秦前辈，多亏有你。哎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之前都说了大事化小，你们非要把事情闹大，现在出问题了，不会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吧？前辈啊，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别再低调了。
有秦前辈在此坐镇，就算战神殿底蕴再强，也翻不起什么浪花。就这小子，这窝囊废物，给战神殿提鞋都不配。你以为他能觉醒得了那个庞然大物吗？那什么战神殿，一听名字就感觉不好惹。待会儿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小爷立马溜之大吉。那战神殿既然这么强，倒是可以招惹一下，给少主练胆。哎呀，什么狗屁战神殿呐，不过就是一群土鸡挖狗。我们少主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解决掉你。没有，别乱说。白前辈说的没错，一刻钟快到了，你李家背后的靠山就算再硬，如果没有人来救你的话，本座也会把你沉江喂鱼。谁敢把我儿沉江喂鱼试试？爸，您终于来了。这帮人为了一个山里土包子，完全不把咱们李家放在眼里。是这样，要取我性命，您可得替我做主啊！李伯伯，刚才李少被龙洛两家老祖当众羞辱，你可得替他报仇啊！我李家虽不如你龙洛两家，但好歹也是龙城3大家族之一。请你们龙洛两家合起伙来欺负我儿，真当我李家没人了吗？你李家不过是勉强晋升3大家族行列，虽然有几位大宗师坐镇，却并没有引荐高手。本座想要灭你李家轻而易举。你什么你？区大宗师中期时，有什么资格在本座面前耀武扬威？好大的口气！尔等竟然说李家族没有资格，老夫有资格吗？好可怕的气势！此人实力恐怕已经超越了大宗师层次。之前李坤说李家和大夏武学圣地攀上了关系，难不成此人是圣地长老？我先往好一点，待会儿如果情况不对，立马拔腿就跑。上回不要怕没事的，你还是开我，你不怕死？看害怕。忘了跟大家介绍，这位便是战神殿刘豹刘长老。什么狗屁流豹网暴的，本座倒要看看战神殿的长老到底有什么能耐。暗部天人镜，知道本座的实力了吧？你们这些蝼蚁还不束手就擒！现在你们知道刘长老的厉害了。要是放在从前，我李家可能还会忌惮你龙洛两家。但是现在，我李家有刘豹刘长老和战神殿撑腰，你们就是个笑话。爸，我要龙清武和洛离这2个贱人跪在我面前，还有那个小子死！废物！糟了，原本还能逃跑呢，你现在想跑都跑不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本来能跑的，现在跑不了。少主，你要勇敢一点，你要相信自己。其实你是很厉害的。不信你个鬼！你个死丫头坏得很，快想想办法。我他妈娶媳妇了，可不想死在这。想动秦浅，先过我这关。葵花剑诀。天人镜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小小的龙城怎么能有这种高手？关键不是流传龙家老祖闭关不是只突破了大宗师巅峰吗？突然到天人境了，谁知道？说不定消息有误。你明明是大宗师巅峰修为才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谁告诉你本座是大宗师巅峰？可笑！青果，你什么时候突破的？昨晚，多亏秦前辈借我的那部葵花剑典，我才能顺利突破到天人境。没想到这小牛脑袋虽然不怎么灵光，功夫这么厉害呀！哦，好险，幸亏昨天晚上没招惹他。没事吧？李家主，这个女人可不一般呐，她使出的武器已经是天兵等级，只有那个小李的丫头才能对付得了啊！幸亏我了了一手，用美食拉的是那个贪吃的丫头，要不然还真不好对她。爸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什么后手给派？没错，有什么靠山就赶紧喊过来，不然就别进。这个是你说的，希望你别后悔。让我叫靠山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哎呀，完了，他们又要换救兵了，要不我看咱俩还是赶紧跑了吧。
那要命了没了。不行，只有让少主留下来，见识更多的大场面，才能磨练少主心性。迟早他会意识到自己是绝世高手。小李前辈，这些菜可否还符合您的胃口？要是不够的话，我得叫人去加。差不多够了吧？这么多菜，要不然一块吃？不干了，我们可不。哎，家主，管家，我在龙家出事了，快带小李前辈来救我！小李前辈，我们家族在外遇到麻烦了，需要您帮忙救一下。真有人敢逼我残局反抗，你带我过去！少主，那姓龙的小姑娘这么厉害，你别怕，咱们不会有事的，你就留在这里吧。青武的实力虽然跟秦前辈比虽有云泥之别，但在这龙城一亩3分地，除非战神殿派真正的顶尖高手，否则我龙青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拿捏的。没错，且不提青武如今天人境修为，仅凭秦前辈在此坐镇，眼前这群小小之辈也翻不起什么浪花。你们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！我哪有什么实力啊？我一点功夫都不会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么害怕呀。少主明明很厉害，可是他偏不信，太让本喵头疼了。青武，我说这秦前辈也太低调了吧？都这种时候了，还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高手身份。没办法，我认识秦前辈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低调的人。既然他不想在外面暴露身份，咱们顺着他的想法就可。秦前辈，这点小事您不用担心，晚辈会解决的。没错，秦前辈，俗话说得好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既然这李家还有靠山，索性不如一次性除掉，以绝后患。龙家与前辈共进退，洛家与老祖共进退。这女人究竟有什么实力？竟敢横飞，这足以冲出天雷剑。到底是谁欺负了我的长期饭票？快给我滚出来！敢在我龙家闹事，找死！是。不好，是高手！快来人！到底是谁欺负了我的长期饭票？快给我滚出来！原以为你家族是说大话，没想到背后还真有靠山。声音如此洪亮，看来此人的修为不低呀！我的靠山来了，马上你们就死定了！不仅高明，先别高兴得太早，谁能笑到最后还说不定呢。刚刚的声音怎么有点熟悉？难道是小李？熟悉？难道外面那个你认识？我刚什么都没说啊，少主，你听错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出去看看。青武，没事吧？这女人实力很强，绝对不是一般的天人境武者。天人境啊，蝼蚁罢了。小丫头，虽然你实力确实很强，但是在姑奶奶面前还不够看。好熟悉的气息，他是秦前辈书店那只神兽青龙的化身。龙青武，没想到啊，你也会有这样的下场。不都是活的东西。现在你见识到了小李前辈的厉害了吧？爸，你从哪里找来的高手啊？前辈，小李前辈，您终于来了！这两个女人要对我不利，甚至还要灭我李家。前辈，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好，就你们两个欺负我长期饭票是吧？不想回来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能动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为什么不能动你？因为我认识秦天秦前辈。你认识我们少主？哦，你是昨晚书店的那个女人。小林那死丫头，怎么跟李家人混到一起去了？秦前辈，你来了。哼，有秦前辈坐镇，就算你们找的靠山再强，翻不起丝毫浪花。
前不是说好了，什么事由你们顶着，怎么还拿我当挡箭牌啊？秦前辈，都是亲无意。前辈，原本我们也不想劳烦您出手，实在是这个女人太厉害了。你们都不是对手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完蛋了！这女人这么厉害，这么凶，我岂不是死定了？小白姐跟少主怎么会在这儿？糟了，我不是闯什么祸了吧？小黎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你知不知道你旁边这群家伙跟少主有仇？什么？那小子不过就是个乡野村夫，你们该不会真以为他有几分三脚猫功夫就能救得了你们吧？没错，诸位可能有所不知，这个秦天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对他再了解不过了，不过是个窝囊胆小的废物罢了。原来如此啊！原以为你能获得2个女人的尊重，一定有什么身份背景，原来只是一个从山上下来的江湖神棍。既然你们觉得这个小子是你们的救命稻草，那我就先杀了他，让你们彻底绝望。前辈，请你替我诛杀此子！什么？要杀我？你谁呀你？不熟，我跟还真不熟。参见少主。你不是跟他们来杀我的吗？怎么叫我少主？我们没见过吧？少主，他跟我一样，都是图书馆管理员，只不过之前是请假了，所以没来上班的。对，我跟小白一样，都是图书馆的管理员。前辈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以您的修为，他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少主啊？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来管！被你们这群人给害死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！前辈，哎呀，滚！住手！我是战神殿的人，再打就出人命了！太危险了，别打！再打出人命了！别打！再打2拳！前辈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你的少主啊，你就饶了我吧！前辈饶命！前辈饶命！你们要求的不应该是我。秦先生，请您网开一面，你就饶了我吧。你们被打了，还要给我钱，这不好吧？哎呀，少主，你就拿着吧，就该给他们一点教训。你们还是拿回去吧，我不要医药费的啊。秦先生，你就收下吧，你要不收，我是于心不安呐。好吧，这些人真奇怪，想来应该也没得收钱。都起来吧！谢秦先生，谢谢。既然上主都说饶了你们，今天我就放了你们，都滚呐！滚！我滚！今日事，我刘茂是不会忘记的。一个龙家，一个秦天，战神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都是因为你，之前没见过你，一见面就给我惹事儿。少主，我知道错了。哎，天道图书馆如此破败，就是因为你们一个比一个偷懒。以后再要是偷懒，我就死丫头，就知道胡闹，害得我也被你牵连了。少主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要怎么罚我？你说吧。罚你打扫图书馆，以后没我的允许，绝对不允许请假。好的，少主，谢谢少主，我这就去打扫图书馆，最喜欢打扫图书馆了。小白，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人呢？跑得真快。秦前辈，我龙家与骆家商议，决定奉你为龙城之主，还望秦前辈应允。望秦前辈一语。我不行的，我就是一个破图书馆的小老板，哪能当了什么龙城之主呀？秦前辈，此位非你莫属。前辈，这只是一个名头，避免那些不长眼的触犯到您。只是一个名头，那我什么都不用做，也不会有人再找我麻烦了吧？不需要。那好吧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还有就是别动不动就跪下，感觉奇奇怪怪。秦前辈，我这就召集龙城世家，在帝豪酒店任您为主。你看着办就行。不过有一点，安保一定要严格一点。又有好吃的了。小白，我们回去吧。恭送秦前辈。秦前辈。
还好少主没死，是罚我回来打扫书店，要不然我肯定死。还是好好待着吧，再也不乱跑了。哎，这小黎的动作还挺麻利的，把这里收拾这么干净。哎，我的鱼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被猫叼走，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会呢？嗯，鱼回来了，猫呢？小黎，小黎人呢？不会又旷工了吧？哦，小黎是去找小猫了，所以才没回来了。这样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从山上下来就带了一猫一鱼，可千万不能弄丢了。少主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也不会离开你的，少主。大人，大人，你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何人胆敢伤我战神殿的人？是龙家龙清武和一个叫小李的把我们打伤了。对，龙清武不过是大宗师境界，都已经是天人境，能被他所伤？大人，龙清武已经突破了天人境了，而且还掌握了一门天品绝技，特别是那个小李，应该是天人境之上，应该达到追神境。天品武技，此言当真？战神大人，确实如此。我李家可以为刘长老作证。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！如果要是我能获得此天品武技的话，定能突破追神境，成就陆地神仙。龙家、骆家不容委屈。今天手下那个小李，应该是追神境，以后恐怕麻烦了。秦天又是谁？为什么能拥有追神境的手下？秦天是苏雨薇的未婚夫，身上没有任何修为，就是一个普通人啊。普通人？是啊，对，此人确实是毫无修为，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龙洛两家还有那个小李对他是毕恭毕敬。他不过就是个破书店的老板，也不知道那些人吃错了什么药，都对他如此尊敬。叫大人出手，他们都得沉入。明日便带我过去。天品武技，势在必得。欢迎光临。哎呀，这大酒店就是不一样，真气派。哪儿来的土包子？看他那没见识的样儿。你们说什么？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别细说。少主，别惹事儿。站住！大哥，有事儿。帝豪酒店今日已经被龙家给包了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哎，大哥，我就是龙家邀请过来的呀。龙家此次邀请了所有世家，但如此规格的宴会，不是你想进就能进。所以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，必须身价100亿以上，才能够进入宴会。啊，100亿？我没钱就赶紧滚蛋，别耽误了其他贵客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你说谁没钱？我上哪凑那么多钱？别瞎说。少主，难忘了那几张银行卡了吗？这些卡里能凑出那么多钱？真是笑死我了！竟然拿出这么多银行卡！你们不是要验资吗？给我验啊！挤不进去的圈子呀，就别挤，要不然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。居然这么麻烦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账户余额5000亿，5000亿啊！真的假的？是不是读卡器出故障啊？5000亿以上的资产，只有3大世家能拥有。他难道是3大世家的人？那不是还有2张吗？继续验啊！账户余额8000亿。读卡器肯定出问题了！闭嘴！账户余额1万亿。现在
人有资格进去了吧？小的狗眼看人低，大人无关。是我永远不是泰山，我知道错了，求大人原谅。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将我们当一个屁给放了吧。大人的卡。哎，靠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肯定是那验资的机器坏。得赶紧走。二位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快走！能被农洛两大世家共同奉为龙城之主，也不知道是何许人物。定是修为通天的强者。听闻李家就是因为得罪了这个大人物，才为龙城出名。今日定要小心谨慎，以免步入李家后尘。哎，好吃。这人谁啊？怎么如此没有规矩？来参加宴会的都是龙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此人面生啊！能进入这里的，起码都是千亿身价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谨慎行事啊！金前辈，您来了。见过秦前辈，今日我们专门在此等候，以免一些不长眼的东西冲撞了你。好。农家主、骆家主，这位就是秦天前辈，今日的认主大会就是为他举办。见过秦前辈。好。前辈，认主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。你好，进入宴会区。不长眼的东西，滚！金前辈，请上座。老祖正在沐浴焚香，稍后就到。坐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呀？如今整个龙城都以您为尊了，这把椅子非您莫属。这把椅子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秦前辈，莫要再退一次。这不太好吧？哎呀，少主你就坐吧，以后啊，你就是这龙城的天，一把破椅子，有什么不能坐的呀？战神殿没答应，谁敢撑得起龙城的殿？战神，这个位置只能属于战神大人的。战神一听就很厉害，但是龙城不是你龙洛二家说了算，战神大人之令，谁敢不从？刘波，你想干什么？秦天前辈昨日好心放过你，已经不知感激，还来捣乱，都忘记昨天的教训了。昨日羞辱，我要用你们的血洗刷昨日的羞辱。完了，这是专门来复仇来了。我就知道不能听他们的。那个，我把昨天的银行卡还给你们，你们能放过我了吧？你做梦呢！这一切因你而起，谁都能离开，唯独你不行。你不死，我心中难安。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我看找死的人是你们。抱歉。是我办事不周，竟然让这几个不长眼的东西混了进来，我这就去处理。我出去。刘豹，你想怎么死？少跟我装腔作势！我既然来了，有谁能怕你吗？今日我们可是代表战神大人前来，难道你们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战神殿之上吗？虽然龙洛两家实力庞大，但在战神殿面前。还是差了不止一筹啊！如今战神殿出面趁认主大会，怕是要成为笑话。今日的宴会是为秦前辈举，你们若是告，就算是战神大人亲手，也要付出代价。我骆家与龙家共进退，无论是谁都不能破坏认主大会。为了一个废物，竟敢跟战神大人斗，你们疯了吧？住手！还敢不敬秦前辈，找死！葵花剑诀。果然是天品武技。龙家老祖已经晋升天人之境，竟然一招就败了。此等修为，闻所未闻，恐不如斯啊！这么厉害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哎呀，少主，他就一个追神境，可厉害多了。追神境，拜见战神大人。他竟然是追神境，这样我们怎么办？就算是追神境又如何？秦前辈可是陆地神仙。没错，有秦前辈在，不过是一个追神境，
不足为惧。真是笑死我了！难道你没有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废物身上？就晴天这个废物，战神大人若是捏死他，就跟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一样。那是你们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。秦前辈的实力远超乎你们的想象。你们搞什么呀？每次都拿我当挡箭牌。那个，我家煤气网关了，要是失火了可就不好了。你们聊，你们聊。站住！谁允许你走的？你们要干嘛？浑身上下没有半点的修为波动，就他也是你们的倚仗？秦前辈的实力，岂是你们能轻易看穿的？难道这没钱都不足以让前辈暴露实力吗？秦前辈这么做，自有他的道理，可能是在考验我的。装模作样，交出天品武技，我可以饶你。天品武技是秦前辈借予于我的，没有秦前辈用，谁也别想获得。面对强者，依旧不卑不亢，维护少主。此女品质不错，倒也配得上少主。识抬举，那我就先杀了他，断了这念头。哎，为什么要先杀我呀？都是确实你得赶紧走。错！前辈小心！小白，小白，没事吧？少主，我没事。你都流血了，怎么能没事呢？大意了，没想到他竟然是追神境巅峰，比我都要高出一筹。一个侍女竟然是追神境，难道真是什么绝世的隐藏高手吗？不可能，他若是绝世高手，早就出手，怎么可能任由我们出手而无动于衷呢？不错，他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能比战神大人您还厉害呢？我随意出手伤人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？太过分了！王法在这龙城，我的话就是法，就是令尊者死。弱者只能遵法，而强者可以制造。土包子，你要是现在下跪求饶，再学几声狗叫，说不定战神大人高兴了，还能饶你一命。做梦！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死死不杀，怕夜长梦多。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扮猪吃虎，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受死吧！错！我去，你真杀人啊！这怎么可能？竟然仅凭真气反击之力就能将郑伟谦击伤，秦前辈的实力恐怕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！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还想对秦前辈出手，不自量力！够到体，你竟然是无垢道体！什么无垢道体？哎，我天天洗澡的，身上一点污垢都没有，好吧？传闻无垢道体是世间最强的体质，只要修炼者保持至纯至净的心情，修炼寂静，便可一日千里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秦前辈都不知道自己是绝世高手。这么说，今天比战神大人还强。此人扮猪吃虎，我们是对手，快走！站！你们对秦前辈出手，还想一走了之？还想怎么样？逼急了，我就给跪了。老祖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求求你，放过我一命吧！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对秦前辈出手，罪不可恕。不要，秦爹，求求你，放过我一命，我再也不敢针对你。求求你，我给你磕头，不是，给你磕头。啊？我？怎么回事？他们刚才还那么亲热，怎么突然就跪了？那个，既然你们已经知道错，那就赶紧走吧，快走快走！谢前辈，谢前辈，谢前辈！秦前辈不可，他们实力强大，一旦放走，那就是放虎归山啊！这几个只是公主，谁知道等会会不会打起来？赶紧让他们走吧。俗话说得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既然他们已经知道错了，那就给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
赶紧让他们走吧。可是，秦前辈此举自有他的意，不必再多多说。你怎么还不滚？哎呀，今天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两个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别拉拉扯扯的。什么叫没有关系啊？我们两个可是有婚约在身的。不要脸！哎，可别，咱们俩已经退婚了啊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哦，我之前那些都是对你的考验，现在你通过考验了，我愿意和你履行婚约。走，我们现在结婚。鬼才信，谁要跟你结婚？不要！就凭你，还配上秦前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哎，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嘛！哎，今天不是。真有病啊！当初哭着闹着要退婚，现在又上赶着结婚，女人真是难以捉摸。秦前辈，还请上座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龙城之主，整个龙城将无条件遵从您的命令。拜见龙城之主！拜见龙城之主！这竟然还是一块纯金的啊！你们都别跪着了，起来吧。那个，我以前也没做过什么知主，要是当的不好，还请多多担待啊！不敢不敢，以后您就是龙城之主，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可以吃饭吗？我刚刚没吃饱。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那就都别站着了，一起吃吧。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请四大圣主合力把魔主封印在魔烟之中。难道就这里吗？不错，正是此处。晚辈正北前求见魔主。这次的祭品有些少啊。这是大人。闭嘴！想死的话就给我跪下！魔主大人，您让我找到无垢道体，我找到。此言当真？等了数百年，终于找到无垢道体的仙踪了。只要夺得无垢道体，我一身修为就可化魔成仙，有望冲击真仙之境，掌握整个世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人在哪儿？魔主大人，人就在龙城之中，我其修为颇高，属下不是对手，还希望魔主大人将我的境界提升到陆地神仙，我定能将那齐天拿来。保险起见，这次我要亲自出马，将你身边的二人献祭于我，助我脱困。谁呀？战士大人，魔主大人，不要啊！我也誓死效忠，求你帮过我一面。不用废物，留你何用？魔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武师境界的废物，就算献祭了也没什么用。你是追神境圆满，而且功法与本尊同源，是本尊最佳武器。你早就想要夺舍我了，对不对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你也不过是一个备选罢了。无垢道体才是我真正的目标。待本尊寻那无垢道体，等本尊成就真仙，定会赐予无上造。原为魔主大人上犬马之劳。魔主竟然从魔渊中脱困了。当初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魔主封印在魔渊之中。现在他脱困而出，定会造成一场腥风血雨。不要紧，天儿可是在龙城。也对，
天儿只差一步便能进入真仙之境，魔主对他而言是结束，也是一场机缘。知道天儿的婚事怎么样？我还等着抱徒孙呢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天儿这小子总算开窍了，看来我做的小衣服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。竟然是龙清武的名字。清武这孩子心性不错，就是修为略低。玄武，将这颗运神丹送给他。是圣主。秦前辈无需多虑，这一切都是清武自愿的。哎呀，喝酒这种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我相信前辈。哎，那个，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没感觉，要不？齐天，滚出来受死！天道如术，这里似乎蕴藏了无数的阵法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打扰我家少主休息？总还是那个家伙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得叫少主过来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清早打扰别人休息，活得不耐烦了。是那个李坤，还有那个战神。啊！他们怎么又来了？我昨天也没把他们怎么样呀。清武拜见玄武前辈。不敢当，你是少主的女人，以后就是我们的主母，万不可再对我们行礼。这是圣主赐予你的运神丹，可以帮助你进入追神境，拥有自保的能力。还请玄武前辈替我谢过圣主大人。追神境啊，这样距离前辈又近一步。将他逼出来。是。齐天，给我滚出来，不然我就放火烧了你的书店！你敢！纵火可是重罪，书院里面这么多孤本，烧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又是你，昨晚的教训都忘了吗？哼，昨日之辱，今日必让你们加倍奉还。他就是拥有无垢道体的人，为何感觉不到丝毫的修为？没错，战神大人当初就是这么说的。哦，就让本尊来检验一番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动手动脚的，我可是练过的。哈哈哈哈！果然是无垢道体，本尊能跟你融为一体，定能成就金仙。哈哈哈哈！谁要跟你融为一体？我是直男，直男，你找错人了。魔主大人让你走了吗？是魔主。昨天战神，今天魔主，你是不是有幻想症啊？有病就去治，别在这里发疯。你。神经病杀人，看我翻翻的，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啊，走，啊，走。哼，戏耍本尊，这里是他的主场，对我不利，去，把所有跟他相关的人都给我抓起来，逼他出现。是。少主，魔主已经逃离了魔渊，你不能再坐视不管了。传闻魔主心狠手辣，嗜血成性，若放任不管，龙城必定血流成河。哎呀，我就是一个图书店的小老板，我怎么管啊？其实你很厉害的，只要你出手，魔主肯定不是人。是啊，少主。哎呀，我不行的，别开玩笑。少主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个绝世高手呀？没办法，只能让他主动去掌握自己的力量。
让晴天滚过来，不然把你们全部献祭了。老子，你是带了一个高手，把龙洛两家的人都抓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晴天妹不来，他就把我们都献祭了。你们别慌，我马上来。来，你别急啊！少主，这你还不赶紧跟上去啊！赶紧走。沈北齐如此作为，就不怕惹怒秦前辈吗？什么郑北齐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可是魔主大人。什么？魔主？魔主大人修为通天，乃陆地神仙境，就连4大圣主也只能合力镇压。一个小小的晴天，岂能是魔主大人的对手？龙洛两家倚仗晴天，害我李家龙城除名，现在风水轮流转。从今以后，这龙城就是我李家的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李少不愧是天之骄子，去哪儿都能受重用，比那个晴天强多了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晴天那种土包子根本就不配与我相提并论。魔主，我来了，将他们都放了。晴天怎么没来？对付你，还用不着秦前辈出手。大言不惭，就凭你，魔主大人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你！你连郑北钱都对付不了，还妄想对抗魔主大人，痴人说梦！请你快走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追神镜，追神镜吧！葵花剑诀。偏偏不进。我。你们在干嘛？这么大的雨！秦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来能有什么事儿？他竟然能承受我全力以及安然无恙，无垢道体果然不容小觑。好在我早有准备，起阵！爸，他还要埋伏，无法得真气。他这阵法对付别人还行，对付少主可算是找错人了，安心看着便是。哎，对，这个，此为何物啊？哎，这个呀是专门治疗精神分裂和这个幻想症的。我觉得你需要，所以在路上顺路就给你买过来了。啊，你敢戏弄我？哎，你不能放弃治疗呀。那如果要是这个上面的问题，那我们大家伙一人给你凑钱拔的也行啊，你总不能绑架吧？喂，我看有病的是你，你才是最需要治疗的那个。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扮猪吃老虎，结果扮着扮着，自己倒是变成一头猪了。你们一个个脑子才不正常，到底想干嘛？咱们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总想搞我呢？你少在那里装模作样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再装，今天你也难逃一死。那你就跪下来求我们呢，兴许你还有一线生机，要不然他们都得死。哎呀，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，动不动就打打杀杀，那暴力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这样，你先把他们放了，那有什么事儿咱们坐下来好好谈嘛。狮子搏兔，一须全力。你的表演在本尊看来毫无意义。我已在此设下了绝灵大阵。就算你修为通天，也发挥不出来任何事，任由本尊拿捏。哎，阵法？什么阵法？给我看看。怕了吧？就知道你想破阵，本尊岂能如你所愿？你赶紧去通知精神病院，我在这儿陪他们玩玩，拖住他。好嘞。
你让我过来的，我现在过来了。你怎么紧张了？谁说本尊紧张了？我不过是活动活动，没与你交手。你真要动手？废话，放马过来吧。我也不会武功呀，看来只能用那招。秦前辈如此谨慎，难道是要使用绝招了？能见到2位陆地战神交手，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好好的观摩一番。呵，不好意思啊。哈！这是什么招式啊？这也是少主的早操起手式，你可要当心了。少主出手，生起能量。这主人疯，这属下也是傻了啊！不就一个扎马步吗？还生死难料，笑死我了！依我看啊，是魔主出手，那傻子生死难料。我准备好了，你过来啊！过来啊！戏耍本尊！这混账太不将魔族大人放在眼里了，请您速速出手，让他见识见识你的厉害。哼，本想给你个痛快，谁知竟自讨苦吃。那好，让你看看我噬魂追心掌的厉害。秦前辈小心！噬魂催心掌可将真气化作千丝万缕打入别人体内，中招者犹如被数万根钢针扎入体内，死于非命。好歹！秦前辈，千万要躲开啊！呀，你听他瞎吹，要是真这样，那我还金钟罩铁布衫呢。等你中了此招生不如死之时，看你还如何嘴硬！我去，哎，你这怎么还发光啊？你竟然使用真气，卑鄙小人！秦前辈，小心！噬魂催心掌，快！哎，如此软绵的一掌，哎，你可吓死我了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没事呢？你把刚刚的灯藏哪了？疯了，疯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，我可没动手啊，你自己捣的。魔主大人，滚开！明明不可能动真气的，为什么你会没事？你为什么会没事？什么真气不真气，我不知道呀。那再说了，你年纪这么大，我年轻身强体壮，你当然打不过我。别灰心哈。少主修炼的是造化登仙功，已经金刚不坏，仅靠肉体之力就足以媲美陆地神仙境。为什么我感觉这个魔主也不是秦天的对手啊？不可能，肯定是魔主大意了。李家已经得罪了整个龙城，魔主可是我李家最后的希望。我还以为魔主有多厉害呢，现在一看，也不过如此啊！如此实力，就跟秦前辈相比，差得远了。我霸道！魔主大人使用的不是自己的肉身，那当然使用不出这全部的实力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自欺欺人，就算是你全盛时期，也不是我们少主的对手。魔主怎么办？要不要先避其锋芒，先将肉身释放出来，再与之决战？不必，不管我的肉身脱困与否，都是为了夺舍无垢道体。就不信你本尊1000年的身世对付不了他一个毛头小子。快夺舍，避免夜长梦多。再教本尊做事。不敢。你们还都陪他演上了，怎么还不服气？就算再来一次，你也……而且他浑身圆满无缺，自成屏障。就算是本尊想要夺舍他的肉身，怕无从下手，必须先让其受伤，破了他这屏障。本尊再伺机夺舍，长久真仙。可是刚才魔主大人出手都未能伤到秦天，到底该怎么突破他的屏障？那是因为本尊出手的时候他早有防备，只要趁其不备，定能得手。我倒有个主意。杨，你看我干嘛？我手无缚鸡之力的，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你是他的未婚妻，只有你接近他，他才不会惊觉。可是我手无寸铁的，我根本就不他。拿着，这是天魔赐，锋利无比，只要你能破除他的屏障，等
去收工。他们在那里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哎呀，管他们呢，反正等精神病院的人一到，就把他们都带走。少主真是心大。晴天，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找我的未婚夫了，不关你的事，让！你们俩的婚约早就取消，少拿婚约当借口。当初退婚的是你啊，现在求复合的还是你。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善变呢？哎呀，晴天，人家现在后悔了吗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别做白日梦了，少主已经有良配了，你没有机会了。是因为他能进我是不是？大不了他做大，我做小。天，别闹，痒。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估计他一家都是神经病，拿来哄着玩的。少主的实力竟然比我所知的还强，不愧是秦前辈，就算站着不动，他们也难伤他分毫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天魔寺是用魔神之脚打造而成的，就算是真仙都抵挡不住。难道他已经肉身成圣了？魔主大人，我们连他防御都破除不了，这岂不是任由他拿捏了？他的肉身越强大，我就越兴奋。这么强大的肉体就应该归我所有。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竟然还觊觎我的身体，你不会是个……我去，人呢？你放开他们！让我放开他们也行，为你刺破自己的手掌，杀了他们！少主，不用管我，快救少主母！别听他！闭嘴！哎，别！我都听你的。快！这下不能怪我了吧？这道质感也太不好了。我不管，必须要让我看到鲜血，否则杀了他们！哎，别！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你换根手指头！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。秦前辈，少主。魔主已经夺舍青天死定了！从今以后，这龙城就是我李家的天下了！你做梦！我劝你们最好识相点，认我为主，就饶你们一命。就算是死，也不会成为你们的奴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天已死，你们的坚持只能让你们白白送命了。胡说！秦前辈他绝对不会有事。事实就摆在面前。你们即使不承认也没有用啊！少主修为通神，区魔主绝不是他的对手。秦前辈，恭喜魔主！魔主得此道体，修为定能大进一步。你们是不是恭喜错人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魔主失败了。啊，他怎么了？我可没动他啊！我就说少主没事吧。无垢到底，真是一副完美的躯体。如此强大的力量，那个傻瓜竟然不会用，现在全部成为本尊了。秦前辈，小心！少主好像被附身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呀！你别慌，我来通知郡主。魔主，你成功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刚才可吓死我了呀！你说的本尊失败？不是那个意思。本尊心里高兴，你们李家主获得无垢道体，理应到手，以后整个龙城都赐给你们李家。多谢魔主！魔主大人，我们李家以后就是您忠实的仆人，但凡差遣，万死不辞，不辞不辞。
好。魔主，那我们苏家呢？我为了刺杀青天，可是差点都死掉了呢。倒是还有几分姿色，以后你就留在本尊身边，当一个暖房丫鬟。谢魔主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我绝不会向你妥协！快从秦前辈的身体里出去！那你们就去死吧！住手！你们来的正好，免得本尊去找你们。天儿还是未能掌握自己的力量，让魔主钻了空子。圣主，还请你们出手救救秦前辈。放心吧，天儿心思纯净，早已跟无垢道体融为一体，现在只是暂时被压制。他的意志早晚会被本尊磨灭。先将他困住，再唤醒天儿。绝灵大阵！还想困住本尊？做梦！本尊也要让你们封印在魔渊之中，尝尝我千年孤寂之苦。雕虫小技。就算没有绝灵大阵又如何？以本尊的实力，尔等三手可灭。只有让天儿主动去掌握体内的力量，才能将魔主彻底消灭。可现在秦前辈的身体被魔主占据，要怎么才能唤醒秦前辈？这就要靠你了。我要怎么做？你们放开本尊，本尊要杀了你们！你怕死吗？不怕，只要能唤醒秦前辈，哪怕是死，我也愿意。好，那过去亲他。这能行吗？没有一个男人能允许自己女人亲别的男人，天儿肯定要抢回控制权的。别忘记了，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。你不要过来，我杀了你！不要！四位师傅，没想到我这么强，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若是早告诉你，你的修为进展就不会这么迅速了。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早点儿让我们报上徒孙哦。站住！老祖，我们也是被那个杂碎给裹挟了，我求你饶我们一命吧！我们离开龙城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不够，你们根本不长记性，一旦有机会，就会将矛头再次对准秦前。为了避免你们再生祸端，就去牢里度过后半生。来人！我离开要完了呀！我将他们都关起来，就不会再有人打扰你们。我这么厉害，就算他们再来，我也不怕。那个，你嫁给我吧，以后我保护你。恭喜少主，恭喜少主！恭喜秦前辈，恭喜老祖！